在地人在地情，这个台南客家客族的高粱最近开始咧采收。客家区农会13号要来举办着高粱产业文化活动，要甲在地高粱的产业甲推广出去。台南市客家区所种的高粱进入采收期，今年客族的面积有1100多公顷，嘛是全台上大的产区。农会为了要推广高粱的产业，伫拜六要办高粱的产业文化活动。阮做的高粱运输去金门酒厂客家区高粱产业文化节欢迎各位观众来甲阮参观。时到有免费高粱酒通啉，若消费满额，佫会当食到高粱口味的冰淇淋。当日若购买500块以上的嘛有送一杯高粱一鼓作气做的冰淇淋今年第3年嘛，因为收的绩效较悬，增加农民客族的意愿。农会嘛讲，用文化节的活动会当继续推动农友客族，带动在地产业的发展。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